大家好，歡迎嚟到 KissCan 育科學。按讚、訂閱、追蹤我哋，OK？係啊，因為而家都強調 STEM 教育，而我哋 KissCan 想要透過做一啲日常嘅科學小實驗，教育小朋友一啲科學嘅小知識，提升小朋友嘅創意思維同埋問題解決能力。大家有冇玩過吹泡泡呢？所以今日我要用簡單嘅科學原理教大家做一個唔容易消失嘅彩虹泡泡。我哋用到嘅材料同工具有空水樽、橡筋、盤、洗潔精、水、一次性洗面巾、白糖、匙羹、顏色筆。開始，先製作泡泡液，攞出個盤，喺入邊倒一啲水，再加上少少嘅白糖同埋洗潔精，用匙羹攪拌。佢嘅原理係洗潔精降低咗水嘅表面張力，等空氣被包住嘅時候形成穩定嘅泡泡膜，而白糖溶解咗之後會令到液體變得濃稠，泡泡膜就會變得更加厚，令泡泡唔容易破裂。小貼士：簡易配方，水同洗潔精同白糖嘅比例可以按照4:2:1咁去調配。將空水樽剪去底部，用水性筆喺洗面巾上面塗上顏色。洗面巾包裹喺瓶底，用橡筋固定。沾取一啲泡泡液，對住瓶口吹氣，就可以吹出唔容易消失嘅彩虹泡泡啦。佢嘅原理係洗面巾上有許多細微嘅孔洞，當我哋吹氣嘅時候，空氣就會從每個洞同時擠出，形成一串串緊密相連嘅小泡泡。附住喺泡泡液中嘅色素會隨住泡泡膜擴散，因此呈現出繽紛嘅顏色。小貼士：可以用食用色素去代替顏色筆。
冇錯，就係咁樣。呢個簡單又好玩嘅實驗，家長同埋小朋友都可以喺屋企試一下。今日時間又差唔多啦，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影片，記得分享啊！下星期五準時6點鐘，Kiss Can 見，拜拜。